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看问题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，也就是西利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。绘本内底的画面，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互大家听。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绘本的这对母仔囝，是来自新北市的阿勇甲伊的查某囝 Elsa， 欢迎做伙来欣赏。甲囡仔讲母语，甲爸母话传落去。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勇。大家好，我是 Elsa。恁看到这个图内底有啥物物件？花，三囡仔，搁有咧，个有树啊，你感觉这个查某囡仔咧看啥物啊？看花，花哦，倒位有花？哦，迄是啥物物件？花，这个花是啥物物？边花，毋过伊看起来软软的，较亲像啥物物件？窗仔门的边仔有啥物布啊？这敢是窗仔门？啊，窗仔门的边那个仔，的人，哎呦，遐有一个人。你感觉窗仔门的边仔这花是啥物物件？唔知，哦，这是，迄是卡垫。咱厝的讲有卡垫。哦。啊，你敢捌看过这种花草的卡垫啊？就是阿妈头下，阿嬷兜有这种的花草哦。可能咱兜嘛有迄种啊。后面有这，啊，恁伫倒位阁有看过这种花草？无一定是卡垫顶悬，册顶面嘛有看过这种花草。啊，叫花花。哦，啊，有一寡地啊，还是衫顶悬嘛有这种花草。啊，你感觉这个细汉查某囡仔咧看啥物啊？看卡顿，是三斤啊。当然，咧看这个斤。三间啊有啥物好看？你就毋知影迄落，伊是啥物感觉？伊只想来去望看卖。啊，你感觉即个窗仔门的外口，即个人伊咧创啥？毋知，我感觉是铁花。哦。顶悬写讲，即个查某囡仔咧看外口即个查某人。恁搁详细甲看，即个外口即个查某人的骹，伊敢有穿鞋啊？无。啊恁搁看着啥？头顶悬有迄落叶啊，这是阮看的字啊。啊，即个册内底伊讲咧，即个查某囡仔伊看到即个查某人，伊感觉足奇怪，伊就问阿嬷讲，伊伫遐创啥物？啊！因阿嬷甲伊讲，哦，伊起痟啊！你敢知影起痟是啥物意思？毋知。你敢有听过人讲起痟？我即摆我就听爹妈妈咧讲。哦，头一摆听到起痟，对无？起痟就是讲一个人伊的精神还是心理上有出问题，可能会想看到一寡咱看袂到的物件，还是讲头壳耳仔有听到。咱无听到的声，可能是伊头壳内底有一个声音咧甲伊讲话，还是伊会看到一个别人看袂到的物件，你可能就会看到伊对空气讲话。你感觉拄过即种人？无。还是讲对空气咧，甲空气咧冤家的人？你感觉看过即种人？无。还是讲伊的头壳内底有别种声音咧甲伊讲话？好。啊，就亲像其实这就亲像咱人有诶时阵，人会破病对无？啊，人破病有可能是感冒，还是人无爽快。啊，毋过其实人诶精神嘛是有可能会破病，迄嘛是爱看医生哦。台语好报酬，
咱着加减扣，扣若会招着，较好扣选择。台语好报晓。今仔日绘本的主题用现代文明社会名词讲号做思觉失调，也就是咱讲的精神出问题。古早人讲号做起痟，过去有真侪相关的俗语流传落来。另外，空中好朋友敢知影讲马爆这句话台语要安怎讲？这部说落去，咱邀请家己的台语专家萧定春老师为咱讲详细。讲到小查某，咱台语有几个意思？起小查某，个拢爱去拍查某，这嘛叫小查某。查甫人爱去小查某，这摆人拢咧小股票，这款的小同款意思。就讲小其实有一种好珍卖、真卖啊，卖入去内底，这个迄个小跋筊，这款就嘛小。较早有咧讲卖十岁咧经体卖十岁，卖十岁玲珑果，卖草花小查某。这小查某你若甲好啊想，这小查某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当像真正起痟的查某同款。我的会也捌看过人塞车，塞一个花粉的车，有胭脂啦、水粉啦。遐化妆查某人咧化妆粉饼啦，遐碰粉迄啦迄款咧，咧塞迄个伊为着要啥人看，佫会插红花，佫放一寡查某人咧用的物仔，带伊头壳查甫的所以这我倒来讲，就讲卖草花小查某，这佫毋是查某这卖迄个十岁迄个查甫的，所以较早真趣味，就讲伊若插伫顶悬。一定景上好嘛！查某人若看到伊顶悬遐，佮跳起来，伊免佫去景，就买即个所以对我用个生意部啦讲到痟，咱台湾人足注意痟，佫有分文痟甲武痟。什么叫文期？什么叫武期？文期是迄个危期，武期是枪所以咱会做一分文武的。什么叫文痟？我记得时代国校的时，有看到一个痟，拢穿短裤衩啦，拢捡喷筒，较早有放喷筒伫外口，捡内底食。前我国校1年，看伊食到初中3年，嘛是食迄嘛，袂安怎呢？即款来这哪行拢家己细念，家己细念，也袂去共抵达，也袂去共伤害，也袂去共安怎，拢袂，就家己安尼细念安尼。即款人讲做文痟，若会起骹动手，毋若起骹动手，佫会骂人，即款人若会起骹动手的，共拍的，迄款叫武痟。即摆足流行一种词，做妈宝，老母足小的囝，讲做妈宝。咱台语足早咧讲囝甘，囝甘，甘蔗的甘。甘心乐意的甘，惊甘所以妈宝是算新词呢。咱台湾人足早就疼囝、惜囝，台湾人足早惜囝，才会讲惊甘嘛。窗仔隔，这个词我讲要无伊华语讲做窗棂，咱毋知捌看过无？较早好家人用迄个迄种机，一支一支画的直的，一支做窗仔外口的。家咧保护这个窗后来变咱台湾人拢住铁窗内底，花布较简单，毋过咱会讲花仔布。窗帘，咱讲窗仔篱，嘛讲窗仔泥。讲到这个人名足趣味的。我记得时，我家一个人住阮爸母拢去外口做事。所以拢吩咐一个卖鱼仔嫂，拜六，较早卖鱼仔拢用担咧，吩咐拜六看一尾沙目鱼，互我煮就对了。一礼拜通重要的，迄尾鱼我叫伊卖鱼仔嫂。
比我足济岁，但是人拢叫伊卖鱼仔嫂。啊，较早我听过老人讲卖盐笋啊。好，咱台湾人真够甲这人的职业也是做的代志头路，加入这人的命内底。啊，即块咧，像讲甘蔗浸嘛，就知影咧下甘蔗，哦，迄个甘蔗村啊。啊，像我拄讲卖鱼仔嫂，就知影卖鱼仔的查某人，啊卖盐笋啊，啊就是卖盐的笋啊。啊，即块咧词，咱台湾人满世界，你若看民间故事，会看到足济。啊，这是台湾人过去的所在吼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灯吃白烟闪闪，无像山歌红的hen，金石脚，月娘春遐顶。